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1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县城的财政，聊一聊这个县城里面公务员有编制的所谓的铁饭碗，现在什么个情况？前2天咱们介绍了教师编制，现在是含义已经蹂躏好几遍了，一遍又一遍。当然了，这个医生这个行业，咱们以前也聊过很多次，比教师实际上那个含义还来得更早一点，还来得更彻底一点。那么今天我们再聊一聊县城里面这些公务员和吃财政饭的有编制的现在什么个状况？铁饭碗到底铁不铁？今天我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它标题叫什么？县财政局长最近很焦虑，30万人口的县城到底要养多少吃财政饭的人？这作者他说他到一个中部小县城开展调研，所在县的财政局长邀请一起吃饭，在这个吃饭期间冷不丁抛出一个问题，说30万人的县为什么要供养5000多个吃财政饭的人？所以文章就从这个话题展开，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看一看。但这里面掺杂了很多个人，是我这个个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大家参考。一个县财政局局长的焦虑看完这个文章之后我的感觉就在当下中国基层治理的这个现实中小县城的财政压力已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这位财政局长的焦虑其实并非个案，它反映了无数中西部小县城面临的共同困境：财政收入锐减，而支出刚性不减，尤其是养人的成本日益沉重。长期以来，铁饭碗被视为体制内工作的代名词，象征着稳定与保障。然而，随着土地财政的退潮，转移支付的压力增大。毕竟每个地方都不富裕转移的支付这个是不是压力越来越大？上海也不赚钱了，浙江、江苏问题对吧也越来越突出了。说通俗点就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所以说转移支付压力也在增大，以及经济下行周期的叠加，这种铁饭碗的铁度硬度正在悄然减弱，欠薪、收入降低已成为部分基层公务员和事业编人员的现实的痛点。这个我想大家在网上或者是问我身边的亲戚朋友，这个对吧？很多地方已经欠薪5个月这是常态。公务员欠薪5个月，有很多人恐怕不相信多问问一问，多打听打听。通过这篇文章我可以看到一个转型中的基层财政的生态，从粗放扩张到精细治理，从高端高弹性福利到底线保障，现在都在底线思维，底线保障叫保民生，3保保运转。县城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与形成机制，先说一说根据文章的介绍这个一个县城30万人，怎么就有5000多人是吃财政饭的呢？一般的一个30万人口的小县城，正常的配置是这样的：县委、县政府机关大概有500人左右，公安司法系统差不多有800人，教育系统有2000人，卫生系统600人，其他各局委办加起来1000多人，这么算下来大概就是5000人。听着好像也不多，但问题出在2个方面。你看我经常说这个教育系统占大头5000人吃财政饭，其中有2000人是教育系统，不就是老师吗？2/5，有的地方恐怕比这还要严重，因为你要再算上退休的。那么首先大家就有个问题，在这个5000个人之中真正干活的恐怕只有3000人，那剩下的2000人都到什么地方去了？有的在2线岗位养老，有的在边缘部门混日子，有的在临时机构占着编制。比如说一个县的文联编制有8个人，而实际上每年也就举办2-3场活动，平常连办公室都不需要去。再比如说一个县的地方志办公室编制是5个人，一年出一本县志，那你说这5个人其他时间在做什么？就是喝茶看报纸。这些岗位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用处，而是说性价比较低。一个人一年财政的支出15万左右，8个人就是120万，但产出的价值可能连20万都到不了。这大家对这个一个县城的一个编制有个了解。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基层行政体系长期积累的结果。在小县城编制往往被视为资源，各部门为了应对临时任务或项目需求，不断申请增加人员。一旦项目结束，这些人却都留了下来，形成人浮于事的局面。
这种低效配置不仅浪费财政资源，还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整体效能。在一个资源有限的县城养这么多闲人，本质上是历史遗留问题，但也暴露了基层治理的惰性，缺乏动态调整机制，导致编制成为终身制。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叫公务员经济。一个30万人口的小县城啊，你养5000人，平常就靠这5000人消费。大家想象一下，中西部县城一个县啊，它不一定说在那个县城那个街上50万、30万，是一个县30万人。那你平常这些人都在外地打工啊，对吧？都去了珠三角、长三角，实际上那个县里面农村没人，这个县城的街道上也没什么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可以多刷一刷那些视频啊，没有人，但是这5000个吃饭的人在，所以他们支撑了整个县这个经济。这叫公务员经济。只有到了这个时候，逢年过节了，尤其是春节，在外面打工的人回来了，县城的人气才旺起来。很多这个县城的商家就是靠这一个月赚钱啊，平常就是主要为那5000个公务员以及他们的家庭服务，没有产业，没有财政收入，这就是中国很多县城的一个经济现状。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于编制呈现出只增不减的态势，就是你加一个人容易，你减掉一个人呢太难了。说有的地方退一个补一个，有的地方是退一个补2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来是每个部门都在抢编制。发改局说我们要开展项目，人手不够；民政局说我们要管理低保，人手不够；农业局说我们要推进乡村振兴，人手还是不够。县领导一看好像都有道理，于是就批准了。批准之后又怎样？项目结束了，人还在；低保管理完了，人还在；乡村振兴完了，人还在。编制就好像一个只进不出的水池一样，10年下来，从4000人增长到5000人，再过10年可能就会到6000人。人吃马喝的，对不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王熙凤说大有大的难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随着人员的增加，而这个县的收入是在下降的，那轮到这个县城的王熙凤着急了，对吧？这个县城的王熙凤就是财政局局长。这种只增不减的逻辑根源于体制机制的设计缺陷。过去几十年，中国基层经历了多次改革浪潮，如乡镇企业改制、开发区建设、脱贫攻坚等，每一轮都伴随着编制的扩张。但改革往往重增轻减，就是增加起来容易，你砍掉人那就难了，导致人员负担逐年累积。这反映了路径依赖，地方政府习惯于通过增加人力应对任务，而非优化流程或引入市场机制。这种模式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可行，但在当下经济放缓，它已经成为财政的定时炸弹。那一个30万人口的小县城，吃财政饭的只有5000人，那么我们要知道这30万人口的小县城，它的财政收入大概多少呢？根据这个文中这个财政局长的说法，情况好点的县也许能达到5个亿，而情况差点的县只有2个亿。那这2个亿或者5个亿要花在什么地方呢？对吧？就是支出的项目是哪些呢？单单这5000人的工资、社保、公积金一年就得要7到8个亿，这不是入不敷出吗？对吧？这不就有窟窿了吗？以前靠土地出让金，一年卖地能有个3到5个亿，再加上上级转移支付，勉强能够做到收支平衡，这叫紧平衡可现在土地卖不出去，去年这个县的土地出让金只有8000万，今年可能会更少，收入大幅减少了一大半，支出却1分钱都不能削减，财政局长能不着急吗？对吧？谁当家谁着急，收入在下降，但是开支你降不了，哪儿找钱付去呢？更要命的是，明面上的这5000人是其中一部分，还有一批人被叫做编外人员，也就是临时工、合同工、劳务派遣工，加起来大概至少还有2000人。这些编外人员的工资也是由财政支出，只不过他们没有编制，那都是靠财政供养。一个编外人员一年财政要支出5到8万，那么2000人就是1.2亿左右。所以实际上一个小县城所供养的并非是5000人，而是7000人，也就是编制是5000人，吃财政饭的是7000人。编外人员的膨胀进一步放大了财政压力，这些人员往往用于补充编制不足，但他们福利虽不如在编的人员，却同样依赖财政拨款。在这个财政局长看来这是一种隐性扩张，表面上控制编制，实际通过编外形式绕过限制，导致总负担不降反升。这种双轨制不仅增加成本，还带来公平问题。在编的享受铁饭碗，编外则更容易受
经济波动影响，而且活还多，在编的人活还少，要不然怎么叫铁饭碗呢？根据文章的说法啊，这个县城财政困难的形成原因主要是历史原因啊，体制与发展阶段的叠加导致的。这个财政局长说啊，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大的差距？不是中西部的县城故意多养人，而是历史原因、体制原因、发展阶段原因相互叠加造成的。他说90年代乡镇企业改制，一大批人进入了事业编，2000年搞开发区又增加了一批编制，2010年抓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编制又增长了一回。每一轮改革都在增加人员，但从来没有真正的减过人，这就像那个貔貅一样的，对吧？只进不出，历史成因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基层吸纳了大量下岗职工进入事业单位，以维稳为先。体制原因在于分税制改革后啊，地方财政依赖土地和转移支付，而非税收多元化。发展阶段则体现在中西部经济落后，公共服务需求大，但财力薄弱，导致养人成本为刚需。这种叠加效应形成了财政陷阱，短期维稳，长远的负担。相比发达地区1:80到1:100的比例，中西部是1:50甚至1:40的供养比，凸显了区域不均衡发展的痛点。也就是中西部地区啊，是40个人养1个人。那么很多人就关心了啊，地方财政困难能怎么影响普通事业编人员的工资发放？在我们很多人的观念里啊，体制内就意味着是密不透风的避风港。可是随着近几年地方财政压力变大，过紧日子从口号变成了现实。作为地方财政支出主要构成部分，普通事业编人员的工资发放正经历一场无声的变化。当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变瘪时，普通事业编人员的收入必然会缩水。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啊，体制内等于工资按时发放加旱涝保收是社会大众都有的共识。可是近些年随着土地财政慢慢退潮，减税降费不断推进，以及疫情后遗症一起叠加，部分中西部以及东北部地区基层财政已进入紧平衡甚至硬缺口的状态。在一些县区的内部工作群里，最敏感的话题不再是晋升或者考核这类事了，而是这个月工资发了没有。这背后反映出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啊，就是财政的支付能力正在变成衡量体制内有没有安全感的新的标准。要是想弄明白到底谁先领工资，谁会被往后推迟，就要弄清地方政府在极端压力下的资金拨付的逻辑，特别是中央划定的3保底线以及它在实际执行中的优先顺序。这个我们在以前节目一直说啊，我们经常会发现，首先爆出欠薪的是谁啊？是清洁工，然后再爆出欠薪的是公交车司机。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都是外包的，都是没有什么编制啊，都是外包，有的甚至是承包。政府没钱，那就先拖欠这些外包单位的钱，本来是要给他们补贴的，没钱补贴，外包单位就没钱给他们发工资，就这么简单啊。那随后呢？随后就是医院，你就会传出医生欠薪，你再往后才会到什么教师，再往后才会是公务员，他也一个这个亲疏远近啊，所以叫优先顺序。所以说这个文章介绍啊，铁饭碗已经不铁了，欠薪如收入降低的现实冲击。铁饭碗不铁，首先体现在欠薪和延迟发放上，一个是消失的弹性，绩效与补贴首当其冲。事业编人员的收入构成啊，一般由3部分：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加津贴和补贴。其实我们经常说，你一年多少钱呢？那说的是个笼统的，就是整个的发到你手上。但是对吧，这种笼统的实际上你要细分一下，还是很详细的，有基本工资，有绩效工资，还有津贴补贴，甚至还有一些灰色收入，对吧？那些或明或暗的啊，半公开的小金库的等等，构成了这个一个公务员或者一个吃财政饭的一个收入。所以有的人说公务员降薪了，那有人就在抬杠说没有啊，我工资没变啊。是的，工资没变，但是你整个的收入肯定是降了。那么在有编制的人的基本工资这一块啊，是国家统一标准，通常由省级财政或者中央转移支付兜底，比较稳定。所以说欠薪基本上这基本工资还能保证，但是基本工资它在你的收入里面占比不高啊。最先感受到压力的是地方政府有自主权的那一块，年度绩效考评奖励，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年终奖或者是目标考核奖。财政困难的地方，这部分奖金有可能会被减少、推迟发放，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不发降薪就是这个所谓的
的这个绩效啊，还有各类津贴补贴，比如物业补贴、通讯补贴，这个什么采暖补贴、交通补贴、其他的各种补贴啊，这些常常会被清理规范，认为这个不合理，不再进行发放。绩效工资打折，每个月发放的绩效部分或许会根据财政到账情况，按照一定的比例，比如80%或者70%先行发放，剩下的部分看情况补发。基本逻辑就是砍掉灵活那部分，是地方保证运转、保证基本工资最直接办法。这是第一个就是你的收入里面它就这样卡掉一块，那儿卡掉一块。第二个就是时间的延迟，工资发放的 T+N 模式，工资虽然不会少，就有的地方工资没少，但是发放时间就变成了这个薛定谔的猫完全不确定。在财政比较紧张的地方，工资发放或许会有明显的延迟情况，月初变成了月末，以前每个月1号或者5号准时到账，现在可能推迟到25号甚至下一个月初按季发放。部分基层单位因为资金调度有困难，或许会出现基本工资按月发放，可是绩效部分积攒到季度末或者半年才一起结算的情况。这其实就是地方财政在做资金池的调配，优先保障重点项目、民生必须或者债务偿还，通过拉长发放周期来缓解短期的现金流压力。而这些还并非是零星现象，是系统性问题。在中西部县城，欠薪已从传闻变成常态，早已打破了铁饭碗的旱涝保收神话。过去依赖土地财政的弹性福利，现在因收入锐减而蒸发。公务员收入降低，不仅是金额减少，更是预期崩塌，从稳定的高薪到底线保障。第三个就是隐形收入的减少，这个公务员对吧，有编制的人他还有很多隐性收入，比如说公积金与社保基数，除了到手的工资，五险一金也是事业编人员福利的重要表现，财政压力也会悄悄地传递到这儿。公积金缴存比例变化，过去很多单位按最高比例12%缴纳，现在可能调低到8%甚至5%。你看看这个就影响到公务员有编制人以后退休了，以前按足额交，按上限交，因为花的是大头的钱嘛，现在不行了，又没钱，那怎么办呢？1分钱难倒英雄汉，对吧？想多发也发不了了，由12%变成8%，学民营企业了缴纳基数会滞后，因为工资结构做了调整，公积金和社保缴纳基数可能不会跟着年限及时往上涨，反倒会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把缴存比例和基数调低，能明显减轻财政在单位配比那部分的支出压力。可是对于个人来说意味着长期的福利就是以后退休金会缩水一大块。这种隐性缩水进一步侵蚀了铁饭碗的价值。公积金降低直接影响购房和养老规划，这是一种软刀子，表面工资未动，实际福利流失，长期来看会放大公务员的财务压力，推动更多人转向副业或跳槽。我们再看看这个优先级不同行业的温差、金额、差额、全额与自收自支。这个地方财政对事业编的影响不是一刀切的，也就是有先后顺序而是有明显的单位属性差别。全额拨款的，比如学校、基层政府中心，这种是全额拨款稳定性是最高的，由于涉及到义务教育和基层治理的底线，这部分人的工资一般排在地方财政支出的第一优先级。差额拨款，那谁是差额拨款呢？就是部分公立医院，财政只管一部分，剩下的都靠单位自己去赚。要是财政拨款拖拖拉拉的，再加上单位自己赚钱的能力有限，那么发工资的压力马上变大，也就是医生对吧？自收自支，比如某些地方协会、改制中的中心受影响最早也最深。在财政收紧的时候，这类单位往往先碰到没饭吃的情况，甚至会因为亏损出现发不出工资的事情。行业差异凸显了铁饭碗的分层，也就是哪些是旱涝保收的呢？核心部门比如教育、政法，这个工资是相对稳固。边缘单位如文联、各种协会最容易欠薪，这一方面也加剧了体制内的不平等。一线执法者优先，文化行政者垫底，反映了财政分配的功利主义导向。那铁饭碗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工作量的反向增加，降薪与增效的悖论。最让事业编人员觉得累的，通常不是单纯的
的收入变少，而是收入在减少，工作量却在莫名其妙增加。随着编制精简以及人员只出不进，剩下的事业编人员要承担更多的行政任务、专项工作，这种高压加降薪的状态正在重新构建体制内的职场心态。心态方面的变化由追求卓越转成保质保量，心态变得比较出佛系，关于副业的焦虑，也就是很多公务员在有编制的下班之后都搞副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眼光投向合法合规的第二职业，用来缓解生活压力。有送外卖的实在过不下去没办法，还有开网约车的，每个地方政策不一样。现在政府不是说三保吗？三保也不是一样的保，也分369等，也分这个优先级。三保底线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保工资不是指全部的薪酬，而是严格限制在国标工资那部分，也就是基本工资那部分。职务和职级对应的基本工资，国家统一规定的生活性补贴，像艰苦边缘地区的津贴之类，按政策纳入统发的住房、交通等法定补贴。也就是说，上级单位往下发的，比如省财政或者是对吧中央的转移支付这种，那它是有保障的。相对来说你县级政府自筹的这一部分，那你没钱你怎么办？但是国家保的这部分只占这个公务员有编制的人的收入的一部分，一小部分。占收入大部分的地方性绩效奖、文明单位奖、年度考核奖等等，不在刚性保障范围当中。要是财政收入紧张了，这些部分就会最先被暂时停下或者削减掉。更加关键点在于，就算在保工资里面，也有隐性发放的序列也就是保工资如果这个钱还不够怎么办呢？就保基本工资不够怎么办？那就还有优先级第一个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老师因为教师法还有中央不低于公务员的硬性考核要求，教师的工资发放优先级别是最高的，经常由省级财政直接拨付，躲开县级挪用的风险。第二个是政法系统，公安、检察、法院还有应急、消防这一类执法力量，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公共关系，这是保运转的关键所在。薪资通常是全额保障。那第三个就是普通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一般来说基本工资是能够按时发放，只是绩效那一块可能就若有若无或者延迟。那第四个就是有一些事业单位你比如说吧，这个图书馆、文化馆、部分信息中心，行政职能比较弱，政治敏感度比较低，他们的绩效奖金比较容易被技术性晚发，甚至会出现按季度发放、跨年结算这类情况。一位来自西北某县文旅局的事业编人员讲，基本工资每个月15号到账，但是去年的年终奖到现在只发了40%，说是等转移支付到了之后再补上，那就都是欠着的。所以说这个文章里面介绍了铁饭碗不铁的这些方方面面，从绩效消失到延迟欠薪，从福利缩水到工作压力增大，这不仅是财政问题，更是社会稳定隐患。如果欠薪常态化，可能引发基层公务员流失，影响公共服务质量。这文章说那怎么解决呢？文章也提出了当下能够看到的办法有3条。第一条就是精简机构，能合并的就合并起来，能撤销的就撤销掉。近几年来很多小县城都在做这件事情，比如把文旅局合并把民政局和人社局合并，把团委和妇联合并，合并之后编制从2个部门加一块减少20%到30%，听着还行，但实际效果不怎么大。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人员还是那些人员，只不过换了个名号罢了。本来2个局各有10个人，合并之后就成了1个局18个人，就少了2个人，而这2个人呢还不是裁掉的，通常还是通过自然退休的办法减少的，不是真正裁员。第二条是控制增量，退一个不补一个，也就是只退不补，不然就是退2个只补1个。总之就是退的多补的少，这样人不就自然少了吗？现在这是大部分小县城在采用的办法。今年退休50个，只招25个，5年之后总人数就能由5000降到4500。这个办法好处是不用触动存量，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弹，可缺点是见效比较慢，而且还会出现一个新问题，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多，整个队伍的活力在下降。一个单位有20个人，15个是50岁以上的老员工，5个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
你说这样的单位对吧，都是老登呐。第3条是推动部分事业单位转为企业，让市场来养活一部分人，比如把县里的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整合弄成一个文化集团，自己承担盈亏，将县里的农技站、树木站改成技术服务公司，依靠提供服务来获得钱财，也就是市场化吧，改革推向市场，对吧？这在30年前不就这么干过吗？现在又走一趟老路。这个办法很不错，但真正操作起来有时比较困难，因为有些单位本来就不赚钱，转为企业之后就更加不赚钱。一个县文化馆一年能有多少收入？可能连10万都不到，可是20个人的工资就需要300万，怎么去自负盈亏？最后常常名义上转为企业，实际上还是依靠财政来养活，就换汤不换药。就这些东西你要把它转成企业，那就变成国企，国企你还不是政府兜着吗？你最好把它卖掉，变成私企，你们自负盈亏。但是这个你看又涉及到动根本了。说到这里那就有人要问了，那一个小县城究竟应该养多少人才算合理呢？这个当然没有标准答案不过有些数据可以参考。发达地区的小县城财政供养人员和常住人口的比例大概是1比80到1比100，那么30万人口的县城养3000人比较合理。然而中西部很多小县城这个比例是1比50甚至1比40，也就是30万人得养6000到7500人，差距就在这儿。那么县城财政局长的焦虑能不能得到缓解呢？在短期内是很难的，因为减人这件事触动的是存量利益，阻力太大。但从长远来看，小县城财政养不起这么多人是一个确定的趋势。接下来的5到10年，你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小县城开始认真行动起来，不是温和的改革，而是被迫收缩裁员。有的县会通过合并来减少编制，有的县会通过转企来甩掉负担，有的县甚至会出现发不出工资这种情况。所以说今天这文章就是要告诉大家，如果你在中西部小县城，对吧？你在体制内，好日子也不多了，做好准备吧，对吧？如果你是在公检法，那你现在还可以高枕无忧，就这意思，暂时还轮不到你，其他的部门都有可能要么把你推向社会变成企业，要么缩编。如果你在边缘部门、边缘岗位，那就得早点打算，因为下一轮改革很可能你所在的单位就会被合并、被精简或者被转企。毕竟财政局长的焦虑最后会传到每一个拿财政工资的人身上，只不过有的人会先发现，有的人会后发现罢了。说1000道1万，对吧？你不管怎么拖，怎么视而不见，你这个财政的窟窿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对吧？这个为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吧？王熙凤那么厉害，她一直抵挡一阵子，挪来挪去，对不对？最后总有挪不动的时候就爆了就这么简单实际上我看终极之路要么就学这个阿根廷的米莱，你把这很多什么文化馆、文化部这些乱七八糟的，对吧？宣传部门就得砍掉，让它市场化，那自谋出路，降低这些公务员的退休待遇，把这灰色收入都给抹掉。要么就学这个走了邪路的越南，改革就要动真格的，而不是换个花样，新瓶装旧酒，那个糊弄一下是不行的，因为你没有钱嘛。这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有的地方把泥巴卖出黄金的价格，有的地方把那个停车位，对吧，卖到99年以后了，停车费有的地方把什么低空经济也是一顿折腾，一顿吹，玩不下去了恒大暴雷以后很多地方土地本来就卖不掉，但是不要紧，他可以把地卖给国企，国企把这地押给银行，把钱贷出来，贷款出来之后就变相的是政府把地给了银行，从银行拿钱出来干什么呢？发工资。但是这个你能玩到什么时候呢？不能年年都这么玩那个地全部在国企手上也开发不了，银行贷款是有利息的，最后你连利息都付不起了，你不就爆了吗？如果你利息付得起，还可以往后延，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地方债就这么形成的，利息都付不起，最后只好爆雷。所以说在这个中西部县城，甚至不要说中西部，现在我看这个长三角、珠三角也出现这种情况，公务员开始欠薪了，地主家也不富裕，这叫王熙凤说的大有大的难处，刘姥姥家有刘姥姥家难处，对吧？过不了年。但是贾府也有贾府的难处也缺钱所以说不是咱们唱衰26年很多地方可能还好，还能扛一年，但是日子肯定是越来越难。27年，对吧？最迟28年，很多地方政府恐怕就开始公务员就得下岗，公务员就自己自谋出路。不一定说政府要把你开掉你恐怕自己写报告要辞职。为什么呢？一个月只给你发40%工资，一个月发2000多，你活不下去你家里还有孩子要养，有房子，对吧？按揭贷款要供，你就给你发2000。
如果你夫妻俩都在事业单位，都在这个体制内，那就完蛋了，是吧？银行你还可以商量，对吧？你是政府工作人员，由政府出面跟银行协商协商，毕竟是政府欠薪嘛，导致按揭贷款还不起，银行说不定还有办法。但是你说你孩子补课，你能跟补课老师说，哎，我这个钱欠着不给，能吗？对吧？孩子上外地上大学，这学费你说，哎，你孩子万一考上清华了，这学费你说我欠着没钱，也会爆雷啊。无非就是这个含义啊，对吧？本来是要传遍每一个中国人的，它只是有先有后。那这个公务员那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晚一点传到，不是不传到啊，在路上。现在不真来了吗？老师都开始对吧调岗了吧？所以还是早做打算吧。含义啊不是不来，只是晚一点。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